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8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子。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昨下晡，台中龙井停电，台电派人去抢修，变压器哪像油喷出来，害一个工程人员受烫伤。偏澳渔民发现中国唱水艦出现伫台海中线附近，学者讲可能是军舰过油，嘛有可能是中国的起雾空。今年双十宴会确定办伫婚林好买高铁特定区，预估会有几60万人到地。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电发生公安意外。昨下晡4点外，在台中龙井油园南路向停电，台电派人去抢修，要送电的时，变压器哪像是烧拍电出火星，内底油全喷出来。地属一个40多岁工程人员，规身躯有502度烧烫伤，交在人是无性命危险。台电工程人员当咧修变压器，想袂到发生意外。爆炸有够大声，电火条下骹拢是油钻出来的粒。消防人员赶去现场，甲一个受伤的工程人员送去病院。因为钻出来油温度真高，地属伊规身躯有5%的烧烫伤。那目前生命状况稳定，那主要受伤的部位是在脸部跟颈部，那面积大概占体表面积5%，以2度灼伤为主。6月17下晡4点外，台电人员接到通报，台中龙井油园南路一条巷仔，唔知影什么原因来失电，派人检修。人员到现场检修，要试送电，确认设备敢有各样。所伫咧第2摆试送电的时，敢若是变压器烧拍电来爆炸，地属内底的油钻出来，下骹的人员未负险发生意外。袂输迄啥，烟火放去做大声，砰一声做大声嘞。就想讲保险丝歹去嘛，搁送去就好啊。但是共款无偌久尔，这无几秒钟嘛，搁砰去啊。没有盖子，我们有盖好，有盖好。它是应该是瞬间，就是送电的时候，因为有瞬间短路嘛，可能油温有升高啊。我们要强调是说，第一次同仁有确实讲，如果说油温高的话，我们就不会去贸然做这个动作。台电表示，人员的检修拢有做保护，嘛有遵照标准流程来进行。敢若是变压器故障才会发生意外。除了会依照团保内容理赔，嘛已经甲设备拆登去检查，确认事故的原因。记者台中报道。今仔透早，偏澳有渔民发现一只中国唱水艦出现伫咧台海中线西边，挖金门甲厦门的水路，而且伊的边仔阁有军舰咧甲盖好。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咱的国军拢有掌握情势。按学者分析，这只唱水艦可能是各样才会浮点水面，嘛有可能是中国挑工咧起无空，要甲美国呛声。这潜水艇要当翕个景啦。中国舰南方看到出现伫台海夹中线以西挖金下水道遐，庆关台海情势紧张。有偏澳的渔民18透早出海去掠小港的时阵，所发现一只舰南浮伫台海中线附近的海域，较紧翕相而且离较远咧。舰南边啊，阁有中国的军舰在盖好，做伙对中国方向在驶。看到应该是还好诶，潜水艇是较少。因的进出船是较多。我们有用相关的勤监侦的手段，已经有所掌握。不过详细的监侦的手段，我想不宜在这里透露。顾立雄讲，国军有掌握中国舰南的动态，是对这只舰南是无方便对外来说明，但是外界研判讲应该是09-4型的核舰南，会当载12粒巨龙2潜射弹道飞弹，威胁区域的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大陆的步步进逼啊，好像看不到什么像样的反制措施啊。核子动力潜舰在台湾海峡被看见。本身这个位置就代表这艘潜舰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中国舰南最近几年是真侪摆互看到浮出水面，包括2019年7月出现伫马祖的东引外海，今年9月出现伫南海，2021年11月伫台海出现，去年7月嘛互看到出现伫偏澳。这摆舰南长时间浮起来，学者认为讲这是真无思想。可能就是水底下的地形改变。迫使他采取浮航，以避开水下障碍物，也可能是要趁机向美国呛声，也就展现他的核武肌肉。学者分析，中国舰南有可能故障出状况，只好浮起来，嘛无排除是政治操作，故意让舰南出现伫台海中线，甲美国咧呛声，等军事金马。
记者综合报道。赖政府上任要1个月啊，却传讲新的内阁甲民进党团无讲真斗打，又搁咧互相适应，甚至有风声讲在经的内阁团队互叫做是外星人的内阁。对此，经济部长郭志辉回回讲无这款情形。金管会主委潘金良嘛表示讲，可能是误会，伊嘛毋是外星人。新政府上任要满1个月，不过即马传出民进党内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讲行政院新内阁团队和民进党团欢迎的沟通搁要加强。本地方看作是重点的财经内阁团队，各方形容讲是外星人的内阁。我想没有这个现象了哈，这是在外面的人的解读啦。沟通上还好啊，我们也很少碰面了。我想我跟总召沟通也非常良好，对哈，可能是个误会，而且我也不是外星人。或许有若干刚开始的不够双方彼此的了解，但这个都应该是半个月以前的事情。我认为双方的了解、认识以及对业务的熟悉，都比以前更好。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最新的民调显示，讲杜英泰内阁上任了后，第一个月施政满意度干那43.1%，阁有拍拼的空间。杜英泰嘛回应讲，所有的民调拢是指标，无够好的爱拍拼，有鼓励嘛会搁较珍惜。另外，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2月要伫立法院表决，朝野目前嘛拢开始地方宣讲，为复议案来加添民意的声音。这个卓龙在左边笑笑的哦，好像都很低调，都先让立法委员讲完以后他再讲，结果右边啪一个巴掌打过来提复议，绝对不希望让这个国会扩权法案用这种方式通过。那我们重点是向社会诉求。复议案的交锋，中外公民团体清剿行动嘛预告讲，会搁等来立法院议课底下的道路来监督。国民党的部分嘛申请路权，要找支持民众去伫街仔路来声援。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夏至啊，天气有影是愈来愈热，这黄霜雨季会当讲是结束啊。根据气象署的统计，今年黄霜雨季到达落雨干那落20天，那这累积的雨量嘛是历来第8少的。日头是真炎，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气象署发布高温的资讯。18台东是柑仔色的灯号，可能会有火烧风。这嘛是当地连续第8天高温超过36度。受到风面伫台湾北部的影响，过到西半部甲东部，也有其他的山区会有雷公雨。大台北甲东北部，也有中部以北山区雨会较大。下午的时候，在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大雨。从星期3、星期4、星期5以后，北方和梅雨锋面会稍微远一些，但是星期5开始，我们就会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天气。暗时水气较无遐高，所来1礼拜各地会转做是高温滉翕的天气。对太平洋高压形成，风面较袂靠近台湾，豆豆转做是典型热人的天气。根据气象署的统计，今年5月进入梦境雨季以来，11个观测站累积的雨量是231.4毫米，是6年来平均大概6成。目前排历史上第8少，也那落雨的日期嘛比平均大22天较少。有气象专家分析，第期的资料显示，7月初5进前落雨的信号会较弱。7月中开始，环境对风台形成才较有利。7月到12月吼，平均吼，咱差不多19粒到23粒这个风台啦吼。啊，即马我甲判断吼，咱这个后半年风台这个数目吼，可能会比咱这个平均吼较少一撮。我即马看起来差不多17粒到21。台湾梦境雨季就要结束，不过专家嘛提醒，梦境雨方面刷起日本九州，会带来袂少的雨量。若有计划要出国的民众，都要注意上新天气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东南部透烧雨，温度称悬，台东是连续8天拢超过36度。伫咧美南乡都有农民，那像是因为天气伤热，转掉山昏去，加在送去病院急救，人有救回来。日头正炎，天气正热，尤其伫咧田内面种作的农民，更加是热伤害高危险群。昨伫台东的美南乡，就农民敢若是热到挡袂牢掉山，人昏倒伫咧火车的驾驶座，附近的农民赶紧叫救护车。有可能是热昏的啦吼，太热了这边。
由于西南风沉降的影响，气象署继续对台东发降温警报。昨全台湾温度上悬的所在，伫台东金峰37.2度。这位58岁姓江的农民，敢若是因为热甲挡袂牢，昏去唔知影人，一开始还阁磅无血压，好佳在抢救20分钟了，才有血压，互大家较放心。刚刚3点多我来田里啊，而且以为他睡午觉，结果后来我4点半再回来，我要拿垃圾去丢，怎么还在睡啊？因为他车门挡到人家要过路的，所以我才想说给他叫醒，拍都叫不起来。好佳在附近的农民发现无声着，赶紧叫救护车来救带。救护人员也伫咧车顶查看有药啊无，了解伊的病史。卫生部提醒大家，容易因为天气热造成热伤害族群，包括幼儿、囡仔、65岁以上的士大人、慢性病人，抑阁伫咧厝外工作的人，一定要保持身体凉爽，加啉水，补充水分，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热浪，唔但温度会加悬，这湿度嘛真悬。天气又搁湿又搁热，人的身躯若翕掉咧，就可能出现热伤害。上严重的可能会着沙昏去。今仔日解破新闻，咱就请雅纯为咱解说热伤害风险要安怎来预防。是主播，即阵咱的天气实在热翕翕，湿度真悬，所以互人体嘛较歹透过流汗来降温，就真够会出现热伤害问题。咱先对程度上轻的来讲起，也就是讲咱流汗煞干那啉水无补充电解质，就会出现满脉纠筋的状况。过来就是头壳痕，主要就是因为咱的血流向皮肤，要来透即个热，也阁有徛伤久，血拢流对脚和手去，致使咱的脑部欠血，就有可能会头晕目暗，有可能会昏去哦。到即个程度，咱就应该爱赶紧来互身体降温，才袂出现愈严重的热伤害的状况，也就是咱后一个阶段的热衰竭。因为流汗，人体流失大量的水分、电解质，血的循环就变歹啊，会出现体温压悬、血压降低、面色白苍苍、规身躯无力、头壳痛，也阁会喘等等的症头。虽然大家听到这个衰竭已经感觉足严重啊，也阁有一个上严重的程度，就是潮沙，因为人体已经烧过头啊，温度调节失常，超过40度以上，那规个人的皮肤会红个烧，意识开始袂清楚，会昏去，上严重者恐惊会引起休克、怀孕期、羊解，也阁有器官衰竭等等，所以是千万唔通来看轻潮沙，死亡率是有30%至80%这尔悬呢。也是在讲啊，咱即马因为极端气候，气温愈来愈悬，互咱的潮沙死亡的案件嘛愈来愈多。尤其是老人甲囡仔，也阁有大箍的人，加调节温度机能较无好的族群，就会较高潮沙。另外，伫咧外口做事、劳动甲运动的人，嘛拢是高风险的族群，都要特别注意。万不咱真正潮沙，第一步就是爱刷起袂晒到这个所在，爱通风、爱透风。身躯里若是穿伤济衫，也是较湿、较平的衫，嘛得爱烫掉，再过来破水，爱捂冰。上好是会当规人浸入去冷水内底，互人体温度会当降落来。另外嘛得爱加啉寡运动饮料，或者是有掺一丝仔盐的水。若是真正严重，人拢昏去啊，赶紧就爱送病院来急救。爱伫咧3点钟内，甲咱人的体温降到40度以下，安尼才会当降低死亡的风险。也上尾，阁要提醒大家，唔通用酒精来擦身躯，安尼互毛孔缩起来，温度会继续翕伫体内，电导无好。嘛唔通来食退烧药啊，因为热伤害热甲体内发炎发烧是无共款的，唔通就安尼乌白食药啊哦。咱今仔日的解破新闻就讲到这，刷落来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好，咱感谢雅纯详细说明。再来看台北有一个车主，伊甲车挡伫咧华山文创园区的停车场，钱纳了啊，要离开啊，才发现袂记摕台北。伊翻头去摕煞共款轰炸咧，而且电脑是加一条1000外块的费用也袂纳。警方调查发现是一个嫌犯，伊去偷换人的台北，钱无纳就做伊离开。即阵是互依照侵占的罪嫌上班。
伫缴费机头前攞100块的支票啊，无摕回停车代币，查某囡仔先一步离开，车驶到出口所在才发现铁手骨无升起来，佮走登去摕代币。离场也是轰动落来，佮一次过卡，佮较发现加1640块停车费无缴。发现被害人后方下一位的缴费民众将缴费票卡投入后未缴费，直接调包，全案询后依侵占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协报，调阅监视器对查发现一名30多岁姓吕的查某业务，趁报案车主离开缴费机，伊伫后壁落车票，假做编织包仔揣现金，也毋过点点啊伫银幕是取消缴费，调包别人的代币，倒背离场。也毋过伊辩讲，要是机器故障，有找管理员，也毋过迄当时人无伫的。像我自己就忘记好几次了，拿完找的零钱之后就转身就走了。因为大部分现在都是用车牌感应的。很多人他拿发票，但是他没有拿代币，因为那是2个动作。代币孔在发票孔在下面，但是那个代币孔出来是在上面。对。他没有在一起。代志发生伫华山文创园区，管理的对外停车场甲感应是无共，进出一律扣代币。因过过去未少车主拢捌发生过，交钱啊袂记咧摕代币。管理单位表示，已经讨论进行车牌变小等相关优化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当日施工要甲铁路地下化，中日启用临时车头，若新的车站发展嘛引起关注。有议员提醒市府要会记过去地下道阿早治安无好的教训。都发局表示会整合捷运、商业、都市更新等等来打造新的光景。中立火车站头前见到相关破旧无路的景象，完全互人看袂出这竟然是全台旅运量前3名的车站。随着桃园铁路地下化，当日积极进行，中立临时站启用。故中立车站有计9月拆掉，车站未来发展也引起地方关注。自从几年前开始就已经很没落了。中立火车前面那个财神大楼一直都没有改建，就一个好像一个障碍。对未来期许我是还蛮看好的啦，因为地下化之后一定会带来这边的经济效益会比较大。跟上时代脚步就包括了空桥、串联购物中心以及地下道商店街，这个都是现代化车站带动商圈还有嘉惠旅客的最佳设计。议员提醒，新的车站站体除了对着时代脚步，也会记咧过去地下道垃圾治安无好的教训。都发局表示，因应铁路地下化推动，也已经重新思考旧市区新发展，鼓励市区为老旧建筑实施导经。从车站专用区的商业开发以及转运的功能，到捷运的共构。那以及周边人行环境还有商圈的再造。都发局强调，旧站的铁路只是一个开始，后手会整合交通、商业、人行环境、都市更新、土地开发、捷运的建设等等，加速车站市区回都市发展，塑造老城区全新风貌。记者综合报道。诈骗掠卖员出头800块，这诈骗集团内部管理嘛有新的手法。来看高雄警方发现有诈骗集团伫车手穿的外套内底装摄影机咧偷窃，主要是要防止车手乌食乌，嘛要互干部毋免伫现场监控，较袂去互警察逮捕。若警方表示，未来查缉会掠搁较严格。诈骗车手当要甲被害人摕钱，现就叫警察抓起来。高雄一个民众因为看到有人咧招股票投资，所以去加到诈骗群组，去互骗150万。警方趁被害人要摕钱出去时去抓人，结果发现到这车手的外套内面藏现金。查缉过程中的发现，该名前来面交之车手，大热天身穿黑色外套，并将拉链拉到顶端，且外套异常的发烫，明显有猫腻。外套顶悬有藏一只细只的监视器，诈骗集团因为惊车手摕到钱就走去，乌食乌，就改用监视器来监控，用这部过当免阁派干部去现场监视，秘伫咧附近的店面内底，阁会惊去互警察掌到。警方嘛表示会阁设法来检查。最主要是逮获现场的车手，那困难度的话，可能是增加我们要查缉上游车手的一个困难度。目前高发还是以假投资
游戏点数诈骗这一类的居多。那这部分我们都有持续的在做查缉的部分。诈骗集团愈来愈抢手，诈骗的手段一直咧变新，警方是唔敢大意，警察局嘛拢加强巡查，不过强调还是要提醒民众，莫去来路不明的投资广告骗去，若有疑问会当靠反诈骗专线来查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双十宴会确定要办伫咧云林好尾高铁特定区。云林周边办公室表示，预估迄当天会有几60万人到地，会规划2个观赏区来消透人阵。另外，嘛会推出3天2暝行程，希望民众看宴会，嘛会当带动云林的观光产业。今年国庆宴会确定在云林举行，也是云林县头一届举办国庆宴会，地点选在云林口尾高铁特定区，受当地民众相当期待。但嘛烦恼临近的交通问题，需要好好规划。包括知名度，包括当地商家的收入，减啦，因为人潮来，因为他国庆宴会是晚上嘛，那白天是不是有很多人就会交通配套措施要做好啊？对啊，然后。我不知道，今天可能刚好人比较多，计程车排班会比较还要密集一点。云林县国庆宴会筹备处表示，可能今年看宴会人数可能会超过数十万人，因此在平常观赏区规划2区，包括高铁、台铁班次、各交通的接驳停车场位置，拢需要做详细规划，确保人潮疏散和单线顺利。交通非常的便利，它就在高铁，你搭高铁到了虎尾站下车，只要10分钟就到我们的主会场。假若说你是开车的民众，从国道1号虎尾交流道下来，也是10分钟就到我们的会场。筹备处表示，国庆宴会带动云林观光商机，已经邀集县内20乡镇，办第3时期大500担。同时规划3天2夜游云林的观光方案，希望来自各地游客来到云林看宴会，买单顺便观光。记者用云林报道。远东百货公司的董事长池旭东今仔日出席股东会，讲未来要引进 AI 应用伫咧行销自动设备应用等等来减轻人工。另外，有行销专家认为讲，到年底进前，可能因为欠工或者是电钱起价，一寡百货业者会面对经营的压力。疫情过了后复苏，零售百货业展现真强的运能。82岁远东百货公司董事长池旭东早起出席股东会。就算面对国内欠电的问题，也是悄悄啊回答问题。要减少用电。AI 风潮加入来全台湾，零售百货业嘛输人唔输阵。未来要引进 AI 人工智慧，提供客制化的服务。不过零售业甲制造业来比，需要更加侪时间来投入。现在讲起来 ，AI 要花功夫，要执行，然后这个不是那么容易 ，AI 就 AI 了。面对国内欠工，池旭东回应讲，欠工是世界潮流。伫美国真侪店头拢敢若一个人就会当服务，以科技甲服务的精神来解决欠工的问题。有行销专家认为讲 ，AI 引进小卖业会当应用伫咧真侪层面，包括会员关系管理、行销的规划、自动化设备应用等等，会让省一寡卡手。所谓的这个服务型的机器人，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自动，在所谓的像是美食街等等一些所谓的点餐的设备，甚至未来也有可能可以让到百货公司当中呢，有更多是由透过消费者自己本身直接是使用这些所谓的机器人设备。根据王福凯的观察，到年底进前，部分的百货零售业者可能会面临欠工或者是电费器等等营运的压力，消费者嘛会出现 M 型化的趋势。伫要省成本，也佮有欠卡手的情形之下，业者都要更加谨慎来布局。不过整体发展也是乐观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健康台湾是总统赖清德的选举政见，不过健保经费有限，卫福部长邱泰源表示，可能会甲补充保费极加扣1000万限制调悬到5000万。另外，要因应人口老化，中央是积极咧推动数位医疗。自去年7月开始 ，AI 医材是已经列入去健保给付范围内底。人工智慧 AI 风潮加去无共领域，国发会甲卫福部嘛积极推动数位医疗产业的发展。健保署从去年7月份开始，头一届甲 AI 医材纳入健保的给付，利用 AI 监控手术的病人性命的现象，会当减少手术了后的并发症甲医疗费用的支出。
让医师可以提早的做一些处置，来减少在手术麻醉过程当中的血压下降的情形，因而降低了术后造成肾衰竭的这些并发症，而减少了住院天数。这几年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新创数位相关的很有关系，可是数位医疗的相对就少很多所以从这几个观点看起来，我们很有潜力，但是真的要再加一把劲。健康台湾是总统赖清德竞选的时阵重要的政见，不过健保的财务有限。新的卫福部长邱泰源顶一日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表示，在无起健保费的前提之下，会争取更较侪资源。亲像目前补充保费一条扣上济限制是1000万，可能会调悬到5000万，互经济能力的人加负担寡。我们的1000万是现在的天花板，不论是1亿、2亿、3亿，都以1000万计。好，那适度的提高可以增加这个补充保费的来源。赵总统强调讲，已经启动健保法修法的程序，因为目前一般保费的费率是5.17%，补充保费是2.11%，两种费率分开。不过，在同款收入、到同款健保费公平性的原则之下，确实爱检讨补充保费的费率，甲六大扣保费的对象。另外，一般保费的费率敢会超过6%的上限，买当修法重新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 IMD 世界竞争力排名，咱台湾伫67个国家当中排伫咧第8名，和去年比起来是退步2名。而且伫咧经济表现这部分，去年20名，今年是落到26名。不过，若是干那和这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家比，咱台湾是连续4年排世界第1，赢过中国、日本，甚至是美国。一年一摆的 IMD 世界竞争力年报18公布上新的排名，在67个受评比的国家内面，台湾对去年的第6名退步到今年的第8名，总之2019年来连续5年的排名进步。引起讨论的是，经济表现是退步2名，落到世界第26名。主要还是因为我们23年的时候会遇到，就是全世界在做供应链的库存的调整。我们撇开半导体之外的其他行业来看，其实去年的整个状况一直不是特别理想。那联动的就是像国际贸易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我们也从45退后不到48名左右。这2个因素联动起来之后，就让我们的经济表现从20到26下降下来了。国发会指出讲，经济表现会落落去，主要是因为去年全球高通膨和高利率环境造成终端需求疲弱，过来制造业持续调整库存，冲击出口的表现，加上厂商投资动能嘛转较保守。另外，第一政府效能的部分是对去年的第6名落到第8名。不过，若是以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经济体族群内面，台湾是连续4年拢是世界第1，全球排名是赢过美、中、日、韩。在签署对外的这些贸易上面，其实都面临比较不顺的情形，这是第一个不利的风险。但是反过来讲，过去的几年的这种重点产业投资上来看，包含像半导体，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科技产业，我们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你很难替代的那个地位。专家建议讲，台湾爱更较积极对外来签新的贸易协定，嘛要保持亲像半导体这产业的领先地位，才当稳固台湾伫世界竞争内面的优势。记者综合报道。台大统计，今年通过第1阶段申请入学的学生，有超过1/4无要参加第2阶段的甄试。外界就咧质疑，这甄试爱传的学习历程档案根本就无录用。有一寡学生甲家长是认为讲，成绩若无好，学习档案做搁较好嘛用袂着，较需专心来拼考试。108考讲实施到即马已经5年，也是有真侪学生无法度感受到学习历程档案的意义。有时候会搞不清楚要做什么，然后最后很急着赶完。有高中1年的学生讲，感觉爱写一寡声就甲团起哩。2年的学生是认为也无明确的志向，所以到目前为止拢无准备。毛一入学就要拼着书选择学生讲，有真强的动力去做学习档案。我主要都放一些可能服务学习，还有多元表现。反之，像学习成果那种用学校的可能上传笔记那个东西我比较少放。像我的话，我就是基本上高1、高2都
完全不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就变成说我考完学测，等到我选到学校之后，我才会知道说我大概可以准备些什么。学习日程档案是希望学生去了解家己的兴趣。不过 EdUse2024考纲调查报告指出，有要50成学生认为对生涯探索无帮助。高中辅导主任嘛讲，有部分的学生和家长认为成绩若是无够好，学习档案使用的程度低，制作的意愿嘛减少，不如专心拼学测或者是分科。在顶大也有一些系，其实最后决胜录取的关键，好像在书审资料。并没有占那么大的比例，还是会在2阶的考试的部分。这1间或2间的保理科系未必是学生自己最喜欢的，与其要多花时间在准备这些校系的面试资料，又或者是相关的学习历程档案资料，我倒不如可以把这些时间拿来读分科。杨主任认为，多数的校系入学的名额也是留伫咧申请的部分。学习档案毋是无路用，只是需要各加宣导。EdUse 是建议，伫高中的时阵，就会当先互学生了解生涯探索的重要，佮有要安怎培养兴趣和记录生活。安尼时进入高中，面对学习档案就较袂抓无头涨。记者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战时内阁因为连续有成员退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宣布解散。虽然安尼做拄好会当解决强硬派要求改组压力，不过刷落来战争的决策就要交予安全内阁来决定。在安全内阁内底，都有一阵支持战争的强硬派，所以未来要讨论停战，恐惊是真歹巧。伫咧中间派反对党领袖甘茨宣布退出战时内阁了，大家就伫咧要总理纳坦雅胡正紧就会解散，由6位成员组成的战时内阁。Was a prerequisite put in by member of Knesset Benny Gantz. With Mr. Gantz leaving the government, there is no longer a need for the war cabinet. 自从甘茨8天前退出战时内阁，就传讲有极右的部长想要保卫。纳坦雅胡这项决定会当帮助缓解财政部长史莫崔克加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等这款强硬派人士要求改组战时内阁的政治压力。以色列国土部报道，战时内阁时期所讨论的一寡问题，将会交予14位成员组成的安全内阁。班吉维尔加史莫崔克拢伫咧内面，一寡较敏感的决策将会采用加一寡部长，包括是战时内阁成员的国防部长格朗特、政疗事务部长德穆尔等人磋商会谈。That could complicate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broker a ceasefire between Israel and Hamas. This doesn't bring his government down, but it transfers most decision making or important decision making back to his security cabinet. That is a broader body of senior cabinet ministers. Many of them are hardliners who oppose the ceasefire efforts and want to press even harder with the war in Gaza.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解散战时内阁并未影响指挥作战系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根据欧盟理事会通过自然复原法，规定自2030年进前要恢复境内上无2成的生物生态地。因为农民反对这个法案，伫咧欧洲议会大选进前是一直拢抗力无进度。即阵是因为奥地利的环境部长投赞成票，互法案有法度通过。不过奥地利的这总理是指控环境部长大主大意，无照指示投票。总理阁放调讲，要去欧盟法院提告，要求撤销投票结果。Requise pour l'adoption du texte est atteinte et que l'acte tel que contenu dans le document numéro PE-CON 7423 est donc adopté formellement par le Conseil. Thank you very much to all of you inside the room. 虽然丢破声是真大声，但是这个结果是互人真意外。关键这票伫个本地应该照指示投反对票，所改投赞成票的奥地利，变做互这票险险过关的最后一步。奥地利的总统内哈默对投票结果是真无欢喜，会向欧洲法院来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投票的结果。根据国营媒体奥地利新闻社的报道，内哈默伫投票进前是通知欧盟的轮值主席国比利时，讲到是若格威斯勒投赞成票就是非法的，嘛美立党的格威斯勒是做公然不当的行为，代表立党这个执政联盟的合作伙伴，甲意识形态放伫法律的顶悬。
I have had extensive legal advice and have always said if there's a legal conform way to say yes to this law, I will do that. We've had 4 very intense years in this coalition. Just remind you of the fact that my colleague, agricultural minister, just a couple of weeks ago voted against my explicit will for lowering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n agricultural policy. 后面有81趴的自然生态地是方评作健康状况歹，自然法官发示讲，伫2030年进前，后面必须法官至少20趴境内，包括土地含海洋的生物生态地来维护生物的多样性，譬如讲开发土炭地来帮助吸收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因为农民反对，自然法官拖伫欧洲议会大选进前封藏伫遐，农民认为讲相关法案的规范会互因破产。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希腊科孚岛的海堡16找到一个失踪的美国游客，不过人已经过身啊。这是6月到达希腊第5个热死的观光客，因为当地即阵受到热流影响，温度是超过40度。这外国游客佮爱四界散步绕绕的，自然掉雪风险就会佮较悬。直升机伫咧空中飞，继续找失踪的游客。伫希腊真有名的度假胜地科孚岛，全国有几多位游客失踪。救援另外一个牵搜救狗来斗相共找失踪的游客，不过也是一直传来歹消息，有一位失踪的美国游客，昨日伫咧海沙堡互人发现的时阵已经死亡。真侪外国游客拢讲天气实在有够热。The heat also is very hot with the sun like today. And I've learned that one man died because of this heat. Now, it's sad. It's sad. 南欧国家最近拄到正热的天气，温度拢升到40度。希腊首都雅典也阁因为天气伤热，真有名的旅游景点卫城12宣布暂时关起无开放，而且真侪游客爱伫咧岛上沿着偏僻的山路散步，和掉山甲溺水嘅风险更加悬。专家讲，其出外活动的时阵爱戴帽啊，穿较浅色嘅衫裤，加啉水补充水分，做防日头晒嘅准备。Όσο περνάνε τα χρόνια και με την κλιματική αλλαγή επηρεάζεται πάρα πολύ και η θερμοκρασία στο περιβάλλον, θα είναι πιο συχνά η ακραία υψηλές θερμοκρασίες, θα είναι πιο συχνά τα περιστατικά θερμικής εξάντλησης θερμοπληξίας, ακόμα και οι θάνατοι. 这是当地一礼拜外以来第3件游客被热死的事件。顶礼拜六有一位74岁荷兰的游客，伫萨摩斯岛用行路旅行的时阵失踪，互人发现的时阵已经死亡。6月初5是有3位游客死亡，而且到即马还有几多个人失踪。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镜头转来到国内，台北市政府为着要起滨江水资源再生中心，就大规模征收土地。当地居民遭自救会指控市府出售价买土地，为着要种树啊。不过市府强调讲，征收的土地是要起垃圾水处理厂的用地，这征收的计划合理嘛合法。也标记化口湖20多位滨江污水处理厂自救会成员，在去伫市员甲律师的陪同之下，共同召开记者会表示，台北市政府为着兴建滨江水资源再生中心，大征收土地，因过住户部分征收民家所摕来种树啊，造成有路无处，而且同一块土地，市府提出来征收计数竟然比7年前民航局征收机场用地也较少，呼吁市府应该撤销征收公告。甲80年的时阵，爱咧要拓宽的滨江街，拓宽的时阵，赶拓宽头就拆头2/2去，即马113年，要搁再征收，哪有一间厝征收2遍？同样一块土地，7年前。民航局征收的时候是以1坪57万征收，但过了7年之后，台北市政府竟然以1坪50万的价格来征收，同一块地却有2个不同的征收价格。自救会表示，滨江水资源再生中心规划用地总计5.05公顷，其中有25%是私有地，拢总有55笔土地，29笔合法建物。2022年4月。
北市府3摆弄关环评通过了后，有部分的地主同意协议架构，也毋过市府向内政部提出强制征收剩落来45笔土地。内政部也伫去年10月底伫蒋市府任内核准征收，并且伫11月初6发布45笔土地甲地上物的征收公告。不过其中20位地主坚决反对征收所有的18笔土地、13笔建物。因为合计面积才2680平方公尺，搁位伫规划区边仔角的所在，对滨江再生水资源中心影响真细。希望市府会当实现基础正义、更改规划配地规划。我们讲这段最主要是要凸显它的程序不正义。好，那我们就是不愿意被征收，希望。蒋师傅能够重新规划。自救会所取得的那些资料呢，是很早期还没有成熟的一个规划，整个的污水处理厂的这个规划配置，北侧的部分是在所难免，并不是去种树。市府表示，滨江水资源再生中心所征收的土地是伫民国45年规划，是污水处理厂用地，征收计划符合必要性甲公益性。所以，专案已经伫去年10月向内政部核准征收法令，而且基地因为受限中山机场航管限制甲环评要求，所以污水设施伫涂骹底顶面规划做公园，回归予市民来使用。预计未来完工了后，每平方公尺会当处理3.16吨的污水。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土地争议是高雄莲池潭边仔有一块5公顷外古祖营国中的校地，市府本地答应要甲这起做公园，后来煞提案撤回，就是为着要方便清华大学来这起学校分布。环团表示，这莲池潭是国家级的观光区，袂使开发。那真是要起学校，应该爱去选别位。高雄莲池潭伫2022年升格做国家级的观光地区，范围内面嘛包括5.9公顷的古祖中绿地。但是环团指出讲，市府进前是承诺要甲这片土地做公园，即马煞阁决定要提案，方便清代来设分布，这个决定会严重破坏绿地的景观。你盖大学会不会破坏绿地？会不会破坏景观？会不会破坏这个观光的风景？会嘛？那你选址本身就已经是违法的，你未来的开发行为也是违法的。环团指出讲，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综合观光地区也是风景特定区的资源都已经违法。那市府是要坚持和清代选址伫这开发强度，也是原本公园用地5倍以上。无反对大学来设分布，但是地点会当搁选。你高雄市政府提供了5块地。你要把旧左中去提供了之前，你都没有跟民间团体好好来商量一下。它要设置的是针对高科技产业的制成的这个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为什么高雄市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公有部门的这个空地？为什么不能拿来作为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专区？旧左中的案件已经在大会刚才宣布，这个案子呢，因为还在市政府本会的专案小组程序中，所以我们建议这个案子已经将这个今天要讨论的案件删除。内政部都委会18进行审查，认定讲这个案搁伫咧定书当中，就先甲汰掉，无要讨论。环团是建议市府搁进行研究，建议搁找其他的位置，避免未来计划无法度做，搁会变更题目，地属政策的反起反倒。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莲池潭的龙虎塔为去年开始整修，附近的游客中心甲高雄物产馆嘛小煞咧收担。地方烦恼，这个场馆会拍远去。观光局表示，目前游客中心有继续咧招标，但龙虎塔整修好势，高雄物产馆嘛会恢复经营。一透早，外国的游客来到高雄物产馆，煞看到门口搭着停业的广告，只好离开。来到另外一边，龙虎塔游客中心原底有超商、咖啡厅，自从2年前结束营业，也是冷冷清清。莲池潭是高雄知名的地标，想袂到即马高雄物产馆甲游客中心拢相搭。感觉足无彩的，因为伊起甲足水的，嘛捌有咖啡厅来做过，嘿。阮是希望讲，伊会使加介绍一寡莲池潭的一寡特色。那边的孔庙连接在一起，比较有希望。跟这里
应该是比较希望不大。民众是毋望高雄物产馆会当甲边仔景点来结合，甲人潮带入来。其实高雄市府这几年推动演唱会经济，连地潭距离世运主场馆仅2公里，煞无法度吸引游客。连经营12档的高雄物产馆，嘛伫3月底结束营运。目前农业局当咧清点建物，今年就要交予观光局来管理。另外，物产馆目前尚未完成点交，未来将朝向复合式的模式来经营。至于莲池潭的游客中心，我们也正积极办理招商中。观光局表示讲，今年4月莲池潭观光人数接近30万，甲去年同期比是增加20%。目前龙虎塔整修按算2025年会当完工，未来阁会有清代甲高代进驻做营，毋望通带动人潮，到时嘛会吸引阁较侪厂商来进驻。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宜兰燕山乡的中华村是县内重要的水源地，不过业者打算要伫水源地开矿场乌白土，范围大概是21公顷。专案就要进入第2阶段的宽屏审查，业者去地方办说明会，不过居民是大声喊反对。在说明会现场，充满反对挖矿、污水源的抗议声。另外，事件按算伫宜兰燕山中华村开采灰野土，专案进入2阶宽屏，10月去地方举行说明会，促叫居民抗议。关开矿，污水源。居民伫说明会进前就举标语，诉求山林是全面的，叫永安死出去。因为烦恼矿业开发案通过，当地山林甲环境都去互破坏，而且开发案附近都是水质水量保护区，若凊彩就开放开发，唔但影响燕山的乡民，还佫会冲击宜兰县面顶的水。为什么大家爱跳出来？因为这个开矿会关心到、影响到咱宜兰县全部的县民的用水的安全。所以呢，大家想想看，一块土地，你有可能又租给这些世世代代在这边耕作或是种树造林的人，以及又去租给在永安矿场采矿的人吗？款团指出，矿业法修法已经3读通过，无合理的霸王条款已经删除。面对业者采矿进前，爱得到土地利害关系人的同意，呼吁业者在无得到完整土地使用同意书的情形之下，主动提案，避免拖累国家的主权。以前这里有三个砂石场，是那山下是国产砂石场，我们的量不到，我们的量只有48台车，是不到国产砂石场1/3的车辆。4年前永安矿场开发案就捌引起在地反弹，今嘛要启动2阶的宽屏。业者讲，这个申请的矿区范围是21.88公顷，并无伫水土保持区，嘛无伫水质水量保护区，而且伫粗坑溪出水口下骹2.3公里的所在，未有污染水源的问题，会持续甲居民沟通，争取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的全国运动会伫咧游水这个比赛项目，台南市是摕到3块银牌、4块铜牌，是要30年来上好成绩。不过，其实台南是6都内底唯一一个无国际标准游水池的城市。体育局表示，目前是有5个地点咧考虑，会全力甲中央争取经费。这一项台南市代表队游泳选手随出发，去年伫全运会游泳项目，因摕到3个银牌、4个铜牌，是最近30年来上好的成绩。不过，台南市的训练场地不是国际标准游泳池，加减影响选手的训练。出发与转身的落差，再加上水深、水浅的比赛，说真的，推水的感觉不到那边，而且很快就疲累了。当我们的选手在那么浅的场地长期训练以来，如果你去遇到标准池的比赛场地，他下水的话，很快的他就已经没力了。不管是去年、今年，甚至是明年的全中运，主办方都是台南市政府，但是很可惜，我们都要到其他县市去借游泳的场地。除了训练场地不足，台南嘛是6都内底唯一无国际标准游泳池的城市。去年的全运会、明年的全中运拢是台南主办，煞着拢甲外县市借。为着要起国际标准游泳池，台南市体育局讲有5个所在等咧评估。找到地了以后，我们也需要经费的来源。因为盖一座标准的游泳池大概要15亿以上的经费，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中央的来跟我们补助。其实这5块场地都有
2公顷以上，不过都有它的这个困难在，所以我们目前呢都在评估。要起一个国际标准游泳池，爱开超过15亿。除了台南市府爱家己出，台南市议会嘛无分政党呼吁中央着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那泰国呢是自2001年就咧争取合法同婚，一直到2022年才通过婚姻平等法的法案。今年3月，因的众议院通过同婚合法的草案。接落来参议院若投票通过，这泰国就会成做东南亚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一个伫窗仔门边压花，另外一个坐伫碰椅看册，有时开讲几句，看起来是上界正常自然的家庭生活。碧瑶甲安这对泰国伴侣已经交往4年啊，有要共同度过一生的这个打算。也若泰国国会有希望伫最近通过同婚法案，互因充满希望这立法了后，当这族群生活会用更加有保障。แล้วก็บิวเห็นคู่หลายคู่ที่อยู่ในภาวะจะเขาเรียกกึ่ง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ตัดสินใจในชีวิตได้แล้วก็มันต้องมีคนที่สามารถตัดสินใจในชีวิตได้จะเป็นลูกหรือไม่ก็คู่สมรสที่มีทะเบียนสมรสเท่านั้นค่ะ甲其他亚洲国家来比较，泰国社会对了 LGBT 族群较优先。不过伫实际上法律层面，亲像已经结婚的族群报税，也是有伴侣签署医疗同意书等，依然是无啥顺利。尽管上早伫2001年就官员开始来推动这同婚，不过近年来才看到这希望。去年国会大选期间，当时的主要在野政党拢对同婚表达支持。为泰党处理政权了后，现任总理赛塔也讲，将同婚列入重点推动的项目。今年3月，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同婚法案。参议院是伫4月一读过关，18月进行2读甲3读。若顺利通过，泰国成做东南亚头一个，也是亚洲第3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พอกฎหมายออกเราก็จะไปจดทะเบียนกัน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ก็รอคอยมานา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คิดว่าจะจัดการเรื่องต่างๆในชีวิตได้ง่ายขึ้น一旦同婚法案通过，会赴泰国同性伴侣民法所响应为已经结婚的权利，像继承甲收养子女。不过专家员指出，由现行法律对着父母这个名词解释，并无适用同性伴侣。未来伫同志收养子女议题上，也有真侪问题需要解决。公视新闻杨眼编译。天气玻璃仔，最后来关心下半晡各县市温度。北部地区29度到33度，中部地区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31度到35度。东部地区28度到33度，华岛地区24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